谢谢了，直播测试啊，看看直播以后影片放在哪里，最近都找不到。谢谢观看，你要关掉了。原来在主页右上角找直播中心，直播中心啊，进去找直播影片重播，右边时间长度，左边日期，还有你看时间点。可以下载回来，看看呢。不能下载回来就用萤幕录影 Capture Recorder 这个手机程式萤幕录影。因为画面太长，用一半一半来拍。这样要变成4部分，这个字会比较大。左页上半下半，右页上半下半，这样拍出来字会比较大。不然就要用放大镜放大来看，不然用那个桌上型电脑的萤幕来看，桌上型电脑萤幕比较大。对焦没有办法对得快呀。每张的后面的参考书目很好。这个画面如果角色变了，彩绘图了。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，1937民国56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了，日军侵略中国。把你看在揭开序幕里面。
如果角色变了，才会吐。还有右半呢，书的背面插另外一半。有总统的像，总统的话，这是国父的像，后面还有党政。同盟会时期党政，民国初年，国民党时期，中华革命党时期，中国国民党时期，党政。你看，民国3年，中华革命党啊，中华革命党的。国父还有写《礼记》里一篇大同章的文字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谢谢你能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治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鸟糞，女鸟龟。或恶其弃于地，也不必藏于己；利恶其不出于身，也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劫而不作。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民国36年元旦公布宪法，36年12月25号，第一届行宪纪念日了。37年正拨迁来台北，37还是38搞混了。37还38年底，政府拨迁，38年底啊，政府拨迁来台北，来台湾了。38年12月吧，政府拨迁来台湾，所以应该叫中华民国台湾了。照片那是马英九总统。直播影片重播，在直播中心了。直播中心最新的直播完了，
直播分析观看次数，钻石送礼者和新粉丝，还有直播学院哦，教人家怎么直播哦，直播学院粉丝有那么多哦，高手高手。可以邀请其他人一起直播呢，邀请网友看直播呢。直播中心在创作者工具这边找，创作者工具，创作者工具，直播中心这边，直播中心这边按进去就可以看到最新直播的分析，直播后分析，然后按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重播，按倒数第二行重播，进去就会看到还保存着10月份还保存着，要3个月后才删掉，保存90天3个月，可以下载回来，你看，可以下载回来，下载中，这时间很长，要处理很久，下载回来，先让它下载，然后如果违规的话，会限制那个直播，限制日，限制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直播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会违规啊？说什么垃圾资讯呢？还是不好的感受了，还是破坏那个公司的诚信啊？还是什么？没有想到啊！处理中，活动更新，了解直播提示与技巧，查看你的表现，参加我们最酷的活动，不要再被干扰了。网络交友有的会拉到那个投资啊，就会变成投资理财看直播购买东西，到后来手机程式都没有办法用，钱都领不回来，要小心了。不要再引到那个其他的，不要再引到公司外面的，要小心。创作者工具里面的直播中心，创作者入口网站，像创作者入口网站，想要学什么？问你想要学什么？
日文的嘞，真的点按日文的。长按可以储存图片，有萤幕照相录影，比较方便。萤幕截图，自动字幕还有自动字幕100万的粉丝，厉害！100万有大朋友粉丝，这么优秀啊！粉丝达到100万人，切换回来，创作者入口网站，资料分析，创作者工具。
想要更好的资料分析体验，要在电脑上开启电脑操作使用，有网址资料分析以后，过去7天1个礼拜了。创作者工具，隐私设定里面的创作者工具。从右上角3条横线进去，然后隐私设定。然后找创作者工具，按进去，创作者工具进去。直播中心了，直播中心，直播中心进去，直播中心进去了。有分析啊，最新影片的分析，看多少次啊，送你这战士新粉丝。直播学员，看下面那个重播，直播学院可以学到很多呢。你看重播，拉到下面看重播，画面拉到下面看重播。拉到下面看重播了，从重播这边点进去，没有违规行为，按重播进去，直播影片重播，直播影片重播，你看，保留90天。直播内容保留90天而已，保留90天，你看日期的时间呢，持续时间。这是第5册，国中，不对，国中历史教师手册第1册了，国中历史教师手册第1册，80年代的嘛。
80年代呢。可以下载回来呢，点按下载，下载中。可以下载回来呢，可以下载回来，还无法下载啊！点按，可以下载回来了。影片很长了，直播完要处理很久。诶，已经下载了，显示已经下载。按你这个一个多小时了，下载，不晓得要下载多久，档案很大，让它自己在那边下载。刚刚已经好像有按下载过了啦。看有没有下载回来，点按影片，没有了，按排序，按修改时间，下载回来是在哪里啊？这样可能没有下载回来。按所有，不晓得下载到哪里。拿下来看，没有显示下载到哪里。下载完成，是不是按 download？ 无效的档案哦，没有办法使用。